主席，以下係本人對條例草案嘅個人意見。香港約90%嘅電力係用於建築物，而超過一半嘅碳排放呢係來自與建築物耗能相關嘅發電活動。面對氣候變化嘅嚴峻挑戰，提升建築物能源效益，以減少對用電同埋發電嘅需求，不僅係減碳嘅重中之重，更有助降低因使用更多潔淨燃料發電而對市民造成嘅電費負擔，推動綠色轉型。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即係第610章及其附屬法例，係本港建築物能源效益管理制度嘅法律依據。自條例喺2012年9月實施以來，已經有超過2300幢新建築物同埋超過15000項現有建築物嘅主要裝修工程符合能源效益標準。此外，近2700幢嘅建築物呢係完成咗首次能源嘅審核，當中超過一半已經完成第2次嘅審核，其能源使用指數平均係較首次審核嘅時候呢係大降咗大約係20%，顯示能源審核確實有助於建築物擁有人加強管理建築物嘅能源使用，以取得更好嘅節能效果。就社會整體而言，優化現行嘅建築物能源效益制度，以推動喺205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嘅政策目標，亦都係必要之舉。條例草案主要涉及4項修訂建議，我認為係均具備明確理據同埋實際需要。第一項修訂係將獨立嘅數據中心及工廈內嘅數據中心全面納入能源效益規管範圍。近年數據中心係增長迅速，目前已經佔全港建築物嘅總用電量超過4%。將目前條例尚未覆蓋嘅上述數據中心納入規管範圍之後，預計喺2035年每年可以額外節省大約係5000萬度電。當局亦都聽從咗法案委員會委員嘅建議，稍後由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動議修正案，修訂數據中心嘅定義，以排除純粹用作儲存電腦系統、伺服器、電訊設備及其相關支援組件嘅地方被定義為數據中心，咁將有助業界係理解同埋遵從法例嘅。我認為當局亦都係應該推出更多嘅配套措施，例如鼓勵業界使用可再生能源，推動數據中心進一步減少用電，以平衡社會對發展同埋減碳嘅需要。第二項修訂係擴大需要進行能源審核嘅建築物類別，由現時嘅2類增加到11類。新納入嘅類別係包括教育、社區、市政、醫療同埋鐵路車站等用途嘅建築物，可以令受規管嘅建築物嘅年用電量由現時大約係39億度電係增加1.4倍。呢個係預計係2035年每年可額外節省係4.5億度電。同時政府亦都豁免總樓面面積唔超過7000平方米嘅中小型建築物進行審核，呢個亦都係合情合理嘅。獲豁免中小型建築物嘅用電量只係佔相關建築物類型嘅總用電量大概10%，而面積太少嘅建築物就算進行能源審核可能得到嘅效益亦都唔係好大。值得注意嘅係，條例草案亦都加入咗因為維護國家安全可豁免進行能源審核嘅條款，呢個其實亦都係唔難理解嘅。假如某部門嘅某幢嘅建築物係與國安工作有關，我相信係真係未必方便讓能源效益評核人員係進入建築物內係四處搜查量度。不過當局亦都吸收咗法案委員會嘅合理建議，將由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動議修正案，加入擬議新訂嘅第7A 條，清楚規定當建築物不再符合豁免條件嘅時候，相關人士嘅責任同埋法定後果，為執法提供咗更加清晰嘅依據，值得支持。第三項修訂係將能源審核週期由10年縮減到5年，與鄰近地區如內地、新加坡等係看齊，
以提升能源審核嘅時效性。根據機電署嘅數據，就大型建築物而言，5年一次嘅審核成本係僅佔每年電費不足1%，但係就可以帶來最高10%嘅節能嘅潛力，有助鼓勵現有建築物係適時採用綠色節能設備同埋技術，以取得更加高嘅經濟效益。第4項修訂係擴大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嘅註冊認可資格。現行條例係設有評核人呢個法定嘅專業人員，負責替業主係核證裝置係符合能源效益標準，以及進行能源審核。隨着香港工程師學會設立能源界別，以及香港合資格環保專業人員學會（稱環專會）成為法定團體，相關嘅專業人士係理應可以成為合資格嘅評核人。本人申報，我係環專會 HAIQEP 嘅榮譽顧問，但係就並冇任何金錢利益。喺香港特區政府同埋社會各界嘅大力支持之下，本會喺2024年10月30號三讀通過咗由本人動議嘅一項議員法案，即係《香港合資格環保專業人員學會條例草案》，旨在賦予環專會法定組織嘅地位，促進培育環境專業人才，以滿足社會嘅需要同埋市場嘅需求。今次特區政府係再次正面回應業界訴求，將屬於能源界別嘅註冊專業工程師以及環專會嘅專業會員都納入註冊認可資格。如果佢哋成功註冊，可以有效舒緩人手壓力，應對日後建築物嘅能源審核需求，並且係提升審核工作嘅效率同埋專業水平，達至業界、政府同埋社會嘅多贏。作為工程業界嘅議會代表，本人對此係特別高興，係衷心支持嘅。此外，我亦都支持條例經修訂後係分階段實施嘅安排。首階段係將優先實施擴大註冊資格嘅條文，讓相關專業人士可以及早註冊為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為第二階段嘅全面推行作好準備。目標係2026年年底前係全面實施修訂條例。呢種穩中求進嘅方法係有助確保經修訂嘅條例順利落實。總結而言，條例草案可以同時滿足多方面嘅需求，包括回應氣候變化挑戰、提升建築物能源效益、擴大專業界別嘅機遇同埋增加執法嘅清晰度等，係有助社會各界攜手推動本港喺205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嘅目標。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通過2025年建築物能源效益修訂條例草案，同埋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動議嘅修正案。